现代台语版圣经但以理书第1章。犹大王约雅敬即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主将约雅敬甲上帝圣殿内面一部分的器具交伫伊的手。尼布甲尼撒将俘虏带去巴比伦的神庙，甲遐个器具收入去神庙的库房。尼布甲尼撒王命令太监总管亚斯比那对以色列的王室甲贵族的子孙选一寡少年人，因着身躯健全、英俊、博学、有智慧、通达事理，通来王宫侍候。亚斯比那甲因教巴比伦的语言甲文学。王阁吩咐，将宫内的食物甲酒，逐日照分量互因食，安尼甲因栽培3年久，互因期满了后，会当侍候王。这个青年中间有犹大支族的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甲阿撒尼雅。太监总管甲因号新的名，甲但以理号做伯提沙撒，哈拿尼雅号做沙得拉，米沙利号做米沙，阿撒尼雅号做阿比尼哥。但以理决心毋食王宫的食物甲酒，则免食这个物件，甲家己拍拉三，因就请求太监总管允准，无互伊拍拉三家己。上帝互但以理得到太监总管的任命甲好款待。太监总管对但以理讲：我惊我的主我的王，伊已经指定恁着食这个食物。万一伊看到你比其他的少年人较消散歹看，你会害我互王斩头。但以理对太监总管派来监护伊哈拿尼雅、米沙利、阿撒尼雅的人讲：请互你的仆人10日的时间，阮即几个简单食菜啉水。10日后，请你将阮的面容甲遐个食王宫食物的少年人的面容比较，然后照你的观察，决定要安怎甲阮处理。监护的人就允准互因试10日。10日后，因4个人比其他食王宫食物的少年人搁较健康好看。监护的人就无搁互因食王宫的食物甲酒，只有互因食青菜。上帝互即4个少年人伫文学甲学问方面真有才能甲学识，搁互但以理会晓明白逐种异象甲面貌。尼布甲尼撒王规定所有的少年人着正经的日期到，太监总管就带因去见王。王甲因面谈，发现其他的人无一个甲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甲阿撒尼雅为比得，就互因4个人侍候伊。王甲因问有关智慧甲见识的事，就知因比全国的术士甲行法术的较敖10倍。但以理到塞鲁士坐位元年，还活着。